嚟泰國千祈唔好問點解。嚟到泰國，你有冇見過一個奇景？點解泰國人咁中意將支鼻通直接插住個鼻哥窿？唔通佢哋係集體感冒定係有藥癮嘅？呢支嘢泰文叫做人當係泰國嘅國民神器。香港人通常買嚟做手信，但泰國人係當佢哋係命根。點解要插住咁激？其實背後係大有學問嘅。講翻少少歷史先，泰國人用草藥聞藥嘅習慣已經超過100年。以前係用乾草藥包埋一包嚟聞嘅，直到1930年代現代化液體鼻通先至出現。泰國人之所以要插住，第一係因為生存環境，曼谷塞車，全世界出名，廢氣加埋下水道嘅嗰陣味，插住支鼻通就等於裝咗個移動空氣過濾器，用薄荷同埋樟腦去隔走嗰陣臭味。第二係氣味療法，泰國長期30幾度，濕熱天氣好容易令人中暑、頭暈，插住佢可以確保薄荷成分持續刺激神經，即刻降溫提神啊！喺泰國文化入邊，呢種行為完全唔失禮，甚至乎係一種生活態度。由學生到白領，甚至乎連警察巡邏都會插住，係一種債贏贏嘅表現。最後送個冷知識俾你，鼻通通常係雙頭設計，下面嗰格藥油唔係裝飾㗎，係用嚟搽太陽穴或者蚊叮蟲咬嘅位置㗎。所以下次見到泰國人插鼻，唔好笑人哋啊！呢個係生存智慧啊！你又有冇咁樣試過插住先？留言話俾我哋聽。想知道更多曼谷貼地資訊，記得 follow我哋啊！